喂喂喂喂，
兄弟姊妹平安。平安。风台的天气无阻挡咱来到圣殿吼。咱无论有来伫圣殿，还是无来伫厝内看直播，拢同款的心，用咱的心神来敬拜上帝。这条咱来串联圣诗67首，我心俄罗上帝。 录音第1节甲第3节。我心俄罗上帝，主人因我的背，天地万米沙甲影响，俄罗伊大春名，秋马残横追抓。 强强大海白沙，拼命一大关联严格，日来公义交织。第3节，我是摩罗上帝，天的本对一家，水梦派代将其中行。 公义稳当得胜，向高临高地久，拉春地天之友，天的高尾合做一家，人更归的上帝。咱过来看331首，我做基督兵丁。 约翰福音第1节甲第3节。我做基督兵丁，着好大真情，气海上少修剪，困境无爱应，时刻甲歹相见。 他是更新，救主赞我永别，和我为得胜，救主是大冠冕，看我无时间，救主传我永结，高言我天天。第3节。 我追求主感情，着好大向前。我靠相信才能赞我心坚定，不断求上稳健，带罪人归向，救主赞我正面。 是大冠冕，看我无时间，救主传我向前，高言我天天。咱来看今仔日的课业，课文第12篇，几个所在请咱注意吼。 伫18页吼，中的所在，就是至悬的所徛起性的所在。咱较常会读做，就是至悬者所徛起的所在吼，就是至悬的所徛起的所在。另外就是搁刷了两抓3抓吼，远邦华好。 远邦华好，过来地就烧羊 ，OK， 哦，这几个所在请咱注意，请咱闭眼心来礼拜。
我的心情啊，你着学老摇花，凡若伫我内面的，也着学老伊的性命。我的心情啊，你着学老摇花，毋通袂记得伊一切恩惠。咱来用信息学老，信息第67首，信息第67首，我心学老上帝，请咱起立来吟。我心学老上帝。请咱继续徛地，做伙来共读新的诫命。请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诫命互你。就是恁着相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相听。恁若相听，这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来交读启文，启文第12篇，启文12篇。三甲来启，上帝是阮逃闪的所在，搭开力，也是患难中及时的帮衬。所以地虽然变迁，山虽然摇动到海中，其中的水虽然哗哗好也涌，山虽然因为海中摇出，阮也无惊。有一条河。伊的开车，互上帝城欢喜，就是至怀的所徛起城的所在。上帝伫遐中间，城的确袂摇动。天不光，上帝要帮助伊。伊帮哗哗好，热果摇动。上帝出伊的声，杯酒逍遥。万军的摇花搭阮伫地。雅各的上帝做阮的关台，来啊，来看摇花的所做，看伊互地荒废到怎样，伊互高前线到伫地极，伊压一经，
咱长枪，将战车烧伫火中。恁着定定着知我是上帝。我要伫列邦中做官大，受尊做大。万军的耶和华到阮伫地。我国的上帝做阮的关台。咱同心来祈祷。亲爱阿爸爸上帝，阮伫即个主日的早起，阮带着感恩甲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阮感谢你赐予阮即个机会，用敬拜你的名主持伫遮，诚做你的子民。阮伫即个时刻，虔诚来到你的面前，阮要为台湾的安全甲平安来祈祷。阮知影风台会带来破坏甲危险，阮要谦卑祈求你的保护甲帮衬。感谢你的丰盛稳定，互阮会当伫世上安然徛起。有时阵，阮会拄着困苦患难，阮会当无惊吓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阮。当阮伫生命中拄着各种的境况中，无论善车、富足，也是拄着顺境、逆境，拢会当向你献上感恩，并且真实经历你是阮唯一的救主。主啊，阮知影你是疼痛、稳定、慈悲甲真理的源头。阮也要感谢你为着阮的性命带来希望甲意义，并且伫阮的性命中、生活中继续赐下你的稳定无煞。伫今仔日礼拜中，阮渴望会当更较深去认捌你，求你赐予阮智慧甲信心，互阮更加明白你的道路甲计划，帮助阮学习安怎用听甲服侍阮的厝边、阮的亲人，以及如何用基督的听来改变阮的家庭甲社会。阮也要为教会需要来祈祷，求你加添阮的信仰，帮助阮伫即个社区甲社会上诚做你的见证人。愿你的话语伫今仔日的信息中会当得到显明，互阮会当清楚理解你的旨意，并且将圣经的道理应用伫阮的生活中。求你的圣灵充满伫今仔日礼拜中，引带阮，互阮拢诚做更较亲像基督的门徒。愿这主日的礼拜，诚做阮甲你更加亲近的时阵，并赐予阮力量甲勇气。阮要靠着主所加添的气力，凡事拢会当去做，来因光你的性命。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新歌队今日要学录的诗歌是赞美的歌，学录的歌。
主求你，予阮每一人换新的心，愿通学乐敬拜你，用新的心甲新的灵来学乐你，你祈祷，你唱歌。咱来领受上帝话，上帝话记载伫圣经箴言30章7节到9节，箴言30章7节到9节。咱请掀开圣经，也是周报面有印，咱做伙来看，我来讲读。箴言30章7节到9节，我求你两项事，伫我未死的代心，毋通无互我。求你，予虚假甲白贼离开我远远，互我无上香也无好野，因所着用的美牛，互我食。惊了我把脚毋认你，讲耶和华是罪。搁惊了我上香就偷摕，你教测度我的上帝的名。时间要到牧师，今牧师要进度的题目是走一条不同的路，行一条无同款的路。时间到牧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咱同心来祈祷，特别上帝，阮感谢俄罗你，因为你至悬，阮袂会测度；因为你至上，显出阮的黑暗罪过。总是主，阮感谢你，你救赎阮，也愿意接纳阮，互阮会当自责敬拜，互阮会当周君亲近你。求主继续透过今仔日的圣会，阮来启示，互阮通用新的心甲新的心来学罗你，来过以后的每一天。愿安尼感谢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今仔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我想大心来问一下，大家敢知影讲今仔日有啥物特别？93军人节，阁有咧，洪台要来毋来的日子。今仔日吼，对牧师和咱建成教会来讲，拢是一个真特别的日子。特别是我甲恁大家哦，咱建成教会哦，因为6年前的今仔日就是牧师封牧的日子，吼，拄好伫今仔日。这个日子就是6年前咧，咱做伙才着信心，做伙行向上帝替咱陪伴的一条路的日子。这2天因为风台要来毋来嘛，吼，大家拢在想讲，我已经有准备啊，想讲啊，今仔日吼可能只有牧师一个人，若是有就是如果要停班停课啦，吼，可能阮就按算讲，像进行3级警戒安尼。吼，阮就大家就伫厝里看直播安尼，吼，迄嘛是真特别的一种体验啦，吼。总是感谢上帝，感谢上帝就是讲，互牧师咧，和咱做伙，会当做伙聚集伫遮，来孝念、来纪念、来怀念，吼，6年前牧师封牧的即个日子。好，咱来看今仔日的经文，这篇诗篇。箴言，这篇箴言是出对牙公耳的箴言。咱来掀开箴言30章，咱会当做伙掀开头前的圣经30章。这篇是出对牙公耳的箴言。牙公耳伫咱在看箴言的一开始，牧师伫查经祈祷会有讲到，箴言就是有智慧的人，吼，譬如讲，咱讲所罗门，吼，阁有阿公子，吼，嘛是其中一个有智慧的人所写的箴言。伫30章的第1节开始，阿公子有讲到，伊所写的遮的话，拢是对上帝的启示，就是从上帝，都是神谕、神的默示。伊特别有安尼讲，毋是照伊家己本身的智慧，是照上帝的启示。然后咧。阿公耳伫第20到第40有描写人的有限，连亲像伊遮尔有智慧的人，家己拢讲，伊家己的智慧伫上帝的面前实在是真美丽，甚至
甚至是亲像静生安尼。第20到第40哦吼，伊讲上帝作为遐尼广阔，常常会互人无法度彻度理解。迄才是亲像约伯安尼，约伯所经历遐尼大的痛苦，也互真侪人感觉真无奈，也甚至会向上帝来抗议，会抗议讲我无爱即种的痛苦，若是即种我无爱。上帝啊，你莫互我有亲像约伯即种的经历。咱人若是准讲会当用家己的理性去测度上帝作为，一定会行入一条死胡同啊！如果我们试着常常会以为自己的理性、理智、智慧可以去理解上帝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的时候，最终都是一条死胡同，得不到答案。伫上帝对亚公耳的启示的内面，上帝予亚公耳知影人真做人的限制，特别是伫人物质性的这个部分，人若无法度理解上帝的作为，也无有教业的智慧甲言语，会当阐明上帝的权能甲伟大。我们的语言文字这么多，但是我们仍然没有办法用我们所能知道的那一些知识，非常全备的把上帝的伟大全能整个阐述出来，没有办法全部，无法度，咱无法度。像今仔日第40，亚公耳所写第40，讲一支水会当自一风伫手的中心，一支水会当包水伫衫内，一支水会当定着地的四角。这就是亚公耳伊对家己讲的话，也是为上帝启示对咱所讲的话。咱看这2天的风台若是为卫星云图来看，咱先莫去想伊有啥物破坏、啥物危险。光是从卫星云图安尼看哦，一粒安尼风台其实嘛足水的呢，很漂亮。那个风，那个漩涡可以旋得这么漂亮，那个台风眼的中心这样很亮，好边啊安尼云系，规安尼架安尼，咱人无法度连接近都无法度接近，遮尔远，阮就感觉讲哦，这个真恐怖。总是只有上帝当将这个风台掌握伫伊的手，咱敢会当想象？敢会当想象会当将风台掌握伫手的上帝？风甲水，上帝所创造，是上帝所创造遮的一切生命要活靠的。没有任何的生物可以离开风跟水，所有的生命也伫上帝所定着的界限内面来活动。无论是伫咧路的空中，还是地下水内所有的物，还有什么引力、地心引力，还有各种的那种万有引力什么的，这些引力导致我们有月球，有潮汐、潮落、涨潮、退潮。还有大气、洋流，这一切上帝创造这样的广阔，这一切都会影响、会牵动所有物种的栖地，还有它的作息，非常难以想象。真我伫想象，亚公耳继续伫第50、第60继续讲，上帝所启示的绝对袂当出在咱家天减少，因为其中包括侪咱人所想象袂到的奥妙。照安尼来看，咱真做一位真有限、阁微细的人，要安怎伫遐尼广阔、无限的创造的中间活出家己的价值？我们如何在有限跟无限当中取得一个平衡？敬虔的亚公耳恐惊家己，因为上帝有予伊遮尔多的启示，就碰碰家己，越过上帝予伊所定着的界限，阁恐惊家己伤过世事，失落勇气，毋敢竞争，
就无法度经历上帝丰盛甲奇妙。我想，阮嘛爱学习即款的阿公子即款的智慧。有时咱上帝互咱有够多的资源、财情，咱甲会碰风，或者是定定感觉家己无够野，无够野，就毋敢适当，毋敢正经。即时阿公子就想上帝来祈求，讲第70到第90，就是今仔日的经文。阿公子祈祷讲，伊上帝讲：我求你两件事，伫我未死的代身，毋通无互我。求你互夫家甲白贼离开我远远，互我无爽香也无好野，用所着用的美牛互我食。行了我把足毋认你，讲耶和华是一罪啊！我行了我爽香就头脱，直到亵渎我上帝的名。伊祈求上帝，互伊会当真实面对家己的有限。即个有限，毋是要互伊感觉自卑，是要互伊会当转向上帝，仰望迄个无限的上帝，然后信靠伊。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这个创造的本身，我们讲说整个生态系，整个生态就是互相帮衬，彼此需要。不是只有为着某一个物种，绝对不是只是为了某一个物种，让这个物种不断的扩大。不是，包括咱人也是同款。总是咱人有时阵唔知影，咱人有人的限制，做到伤过超过，结果我们讲说反扑，自然的反扑。咱若一直在想讲家己有啥物所在无够业，一直在追求遐个，就可能无法度接纳上帝所创造的我即个人。包括咱每一个人，我们生做啥物款，有时咱有感觉讲啊，我伤矮啊，迄则是我伤悬啊，迄则是我伤大箍啊，我伤瘦啊。吼，我即个面五官毋是足细正的，要来美容，去医美，吼，去找医美一下。医安尼，可能有人对家己的 IQ、EQ， 无介欣赏，可能对家己的才能、家庭背景种种的，可能当咱一直在想讲家己有啥物无够野的所在，咱可能最后会对咱即个人是上帝所创造的，咱即个人无法度接受。无法度接受，就会陷落伫一个丧香散赤的境况。也有可能，若是安尼，就有可能会用一寡偷食步的方式，想要摕到一寡原本是默属伫咱家己的物件。除了莫互家己因为丧香就偷摕，阿公子另外也求上帝保守伊会当适当展现家己的才能。好好锻炼，用上帝所赏赐的文字才情，袂假大扮。好，牧师特别去查讲打肿脸充胖子，台语要安怎讲？假大扮啦，吼，就是袂去假大扮安尼，也袂因为骄傲就互家己陷落伫虚假甲白贼的路网。每一个人的环境无共，呼召使命拢无共。因为今仔日是牧师奉牧6周年的日子，所以就用牧师家己来做例。牧师哦，诚做一位牧者，咱看牧者就有几啊种的无共款的牧者。有的牧者是独身、单身、无结婚；有的牧者、有的牧师有婚姻、有家庭；有的牧师伊的背后有真大的家族，诚做伊的支持；有的牧师多才多艺。逐项会晓，会晓弹琴，会晓唱歌，会晓插花，会晓画图，逐项拢画。当然嘛会讲道啦，吼，就是除了讲道以外，逐项拢画。总是有的牧师无啥物拄现的才艺，总是上帝，吼，停伫个遮。若是咱想吼，牧师若有即两种吼，有一种牧师是逐项拢画。啊，有一种就是无啥物特别的才艺，咱会较意爱倒一种？
吼，咱想着时光来就好啊啦吼。阮我都是人嘛吼，我嘛是回妇嘛，爱较意爱，逐项拢会晓话的牧师啦吼。总是上帝的观念甲热力，就在伫伊的拄啊好，将无共温数的牧师放伫无共的教会内面，为着要完成一直即位牧者成长的修剪甲起造，同时也完成伊对某一间教会的计划甲调整。总是咱也无法度全心仰望迄位通监察一切的上帝，就无法度正式面对家己的情形，就容易会有病急乱投医的这样的情况发生。其实亲像这种的病急乱投医的这种情形，阁袂少的。台北中会进前捌讲过嘛吼，台北中会即马差不多有1/5的教会无牧师。这个比例其实还蛮高的吼。牧者为着赶紧要有教会通牧养，就会特别开时间伫上帝面前正式面对家己的温数甲使命。凊彩就答应长老的条件，只要我有教会通牧会，好啦，恁长老小会员开什么条件，我拢会使，我拢答应。另外咧，教会这边为着要聘请遐个十项全能、逐项拢会晓的牧师，就赶紧找关系牵线。无人去质疑咱教会目前的问题，目前真实的需要到底是甚物？无论是牧者还是教会，结果呢，侪教会甲牧者就安尼行一条充满虚假甲白贼，却毋是上帝所安排的道路。有限的人绝对无法度用家己的理性来认捌真理，也无法度明白上帝旨意甲道路。可能有人讲啊，牧师啊是安尼讲，啊圣经就免读啊，因为咱读无啊。总是咱有信心，除非信心咱来启示，无咱是无法度通了解的。阿公只知影上帝确实会予伊必须甲教业的部分，因为伊深知上帝是伊的牧者，伊的确袂滴到欠缺。因为安尼，伊毋望上帝当伸手主动遐上过头的好处甲奖赏。迄个过头的好处甲奖赏对伊来讲是毋好的，伊恳求上帝将遐个甲伊挡掉。并且呢，破坏、刷走遐个剥削伫家己升官发财的机会，因为拄啊好的奖赏，拄啊好的机会，会互人得到鼓励，总是过头的鼓励、过头的奖赏，或者是意外的升迁的机会，可会发动咱人的贪婪啊。迄种过头的好处会发动，会激发我们内心那个贪婪，就会被启动。毋过怎样才是拄啊好的奖赏？怎样才是拄啊好的适当的位置？只有上帝知咱的心思。有时啊，连咱家己都毋知影，咱的心伫什么时阵会变化。咱发现的时阵，有时啊已经袂赴啊。只有上帝知咱所度无的到底是什么款的道路。当我诚做牧师奉牧，诚做牧师了后，就陆续听到一寡教会、一寡牧者遐个消息，讲有的牧师会为网络去抄其他牧者的讲道片，或者是抄一寡学者的文章。这几年 AI 人工智能、人工智慧相当热门吼。有人就讲哦，阁有人讲会使用 AI 人工智慧来写讲道片哦，只要输入一些关键字吼，譬如讲阿公子、金言、智慧、吼送香、善车、教业，只要输入一些这种关键字，哇，规篇讲道片就安尼嘟就出来啊，有够方便，有够方便。最近捌听讲，伫6月的时阵，伫德国，在德国有进行一场实验性的礼拜，
规场的礼拜全部拢用 AI 人工智慧来举办、来举行。圣歌队嘛是 AI 的，吼，讲道者嘛是 AI 的，吼，书会嘛是 AI， 交代嘛是 AI 的，人会众入来，哔哔哔，吼，哦，就知影讲，吼，阿凡姐今仔日有来，玉定姐今日有来，素女姐今日有来，啊无来的咧，礼拜结束了后咧，无来的人就接到迄个 AI 的语音电话，吼，某咪人，你今仔日无做礼拜，是毋是有啥物所在无介爽快，还是安怎吼？语音电话我们都接过嘛，吼，非常的好。德国就进行一场实验性，全实验性的礼拜，全部拢是 AI 啦，全部拢是 AI。所以就开始有人讲算笑讲，以后牧师这个角色吼，可能也被 AI 取代啦。以后无牧师啊啦吼。总是上帝启示，无论是用抄的，或者是用 AI 人工智慧来写，这拢是一种亵渎，这都是一种亵渎神的方式，这都是一种亵渎。因为无有任何事件会当取代上帝本身。AI 敢有心？敢有神？总是咱的上帝要用啥物来敬拜？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一个无有心、无有神的人要安怎？AI 机器人，伊要安怎来敬拜上帝？因的敬拜嘛是虚假。连阿公是遮尔有智慧的人，一直面对上帝时，拢讲家己是愚戆的。有味讲道篇这项代志，对每一位牧者来讲，拢是牧会生活中上重要的部分，也是上开时间的部分。若是为着方便轻松，就用抄的，或者是用 AI 的遐个程式来写讲道篇。反映是啥物？就反映这位牧者，伊本身的灵性是真欠缺、真丧凶、真散赤，所以伊就用安尼的方式来逃脱。伊就用安尼的方式来逃脱。伊所行的路就是一条充满虚假甲白插，毋是上帝所呼召的道路。人对出世，人对出世，甚至伫迄个胚胎。开始成为胚胎的开始，就一直在掠，就一直在抓取可用的资源呐。要伫咧老母腹肚内的时阵，因着吸收老母的营养，无论是好还是歹，全部照单全收。只要有，他就全部吸收。离开老母的腹肚内出世了后，又原继续去掠成长所必须爱有的资源。就算讲已经长大成人，成做一个独立的青年，伫人生的过程的中间，也是同款，继续不断去掠掉所有的资源，因会烦恼家己的感情是毋是会当得到满足，会烦恼家己的能力敢有够，会惊家己无有机会展现家己的才能。会烦恼家己的困眠无够、休困无够，等等，收入支出无够，无法度拍后边。咱人的一生内心所想的，完全反映咱生命的境况，就是恐惊家己无够，安怎拢无够，感觉家己实在是真丧凶、真散赤。会感觉无够，一定是伫咧追求的过程中间的产生的感受。我们如果没有一直想要朝那个方向去走，我们不会觉得不够。但是如果我们一直追求的都是那些事情，我们就会觉得不够。我们追钱，有人讲钱4支卡，人2支卡，安怎用，弄就袂，弄就是都追不到。我们怎么追钱都追不到钱。我们如果一直在追感情，也会觉得好像自己的感情都得不到满足，就是这个意思。会感觉无够，一定是伫咧积极追找过程会产生的感受。真做一位上帝祭司，
诚侪一位耶稣的门徒，请问大家敢有感觉家己伫追求真理甲智慧的这个部分无够野？大家会觉得这个部分非常不够吗？还是只有在想家己生活顶面的需要？人活的毋是干那靠食物，是靠主耶稣嘴里所讲一切的话。食物也真重要，无毋对。总是上帝智慧比遮的食物搁较重要，因为这才是上帝智慧，才是一条维持性命的道路。牧师伫20年前受洗成做基督徒，就积极参与教会圣歌队、敬拜团，还佫有彩虹妈妈的服侍。这个服侍拢需要不断练习，就亲像咱即马圣歌队、敬拜团，逐礼拜拢爱开时间来练习。彩虹妈妈就爱开时间去读册会，去练习要安怎讲故事，要安怎和遐个小朋友安尼来上课。总是我投入搁较多的气力伫读经、祈祷即方面，因为我是伫服侍上帝，服侍遐会徛伫我头前，上帝要借着我，将伊的性命为我安尼流出，会当影响所有组织敬拜上帝的人，互因会当搁较亲近上帝。就亲像上帝要透过圣歌队的献诗，将伊的性命、将伊的真理、将伊的安慰、将伊的疼，为圣歌队的献诗传予所有来参与礼拜的会众。这个服侍，除非我爱对上帝有搁较深的认捌，因为若认捌上帝，就有搁较坚定的信靠。互我伫服侍的时阵，袂因为人的缘故就摇动跋倒。服侍的道路，照讲应该是一条袂感觉丧凶散赤，也袂感觉好野骄傲，却是一条拄啊好野的道路，拄啊好有够野的道路。若服侍若甘甜，并毋是讲若服侍若久就越得心应手。甘甜的意思毋是对安尼来的。咱会感觉若服侍若甘甜，毋是因为咱不是因为我们得心应手，反正有时得心应手，互咱感觉是骄傲，感觉我一定会晓啦，迄我熟悉啦，毋免练习啦，毋免安怎嘛，颠倒的骄傲，感觉家己无需要靠上帝。若服侍若甘甜，其实是因为伫服侍的过程。会感觉家己属灵的性命，搁较需要操练，搁较需要信靠上帝。即款的需要会催逼咱搁较亲近上帝。当咱愈亲近上帝，上帝就会互咱搁较侪满足甲喜乐，咱就袂感觉家己真丧凶、真散赤。搁因为亲近上帝，会搁较深认捌伊的无限甲广阔。袂因为骄傲就离开上帝，所以服侍的道路确实是一条若服侍若甘甜，阁会当荣光上帝的道路。咱毋是含属伫血气的来征战，咱是含遐的管辖黑暗势力的来征战。诚做基督徒就开始行往服侍的道路。其实咱对诚做基督徒迄当阵开始，咱就开始在服侍啊。咱的家庭、咱的学校、咱的工作、教会生活，无论咱伫倒落，拢是伫服侍。伫工作上，咱若是有感觉孤单无奈，爱亲近上帝。咱若是感觉伤过，这阵吼，我的工作非常的顺利。伫咧顺利的时阵嘛，着爱搁较着爱亲近上帝。因为只有亲近上帝，才会当互咱伫一个无感觉丧凶自卑，也袂好也骄傲的所在稳稳徛在。只有认捌至圣的，咱才有够野的智慧甲信心，去行一条虽然有风影，虽然毋是遐尼好野，却是上帝所欢喜的道路。
亲近上帝，人捌至性的，就会当明白上帝的启示。只有上帝启示，才会当互咱脱离迄条充满白贼甲虚假的道路。只有上帝启示，才会当互咱脱离遐一定咱一手无够，紧来紧来。你的感情无够，你的钱财无够，你的才能无够，紧来紧来。只有上帝启示，才会当互咱脱离遐一直咱咧一手讲咱无够的情形。摇花是咱的避难所。一开始咱有讲到约伯，当约伯的心对伊家己本身，到伊的朋友，最后伊的心到伫上帝的时阵，转向上帝的时阵，上帝就向伊来启示。当上帝向约伯启示伊家己，约伯才会当脱离迄种空虚的情形，讲：前我的耳孔听见你，打我的目睭看到你。如果咱一直在超车，一直感觉家己爽香散赤，如果咱一直感觉家己真好野就骄傲，上帝袂向咱来启示啦。因为就算讲上帝向咱来启示，咱也有目睭嘛看袂到，有耳孔嘛听袂见，听袂入去。今仔日是牧师伫6年前放牧的日子，牧师最后就用家己的例，用家己来做一个例。前顶礼拜，应该是顶礼拜，妇女团契有分享讲，夫妻的中间，伫翁仔某的中间，有都是什么款的特质？有什么样的特质是可以互相互补的？这样安尼，可以互补有无。伫这中间呢，就有人分享讲，伊个牧师伊讲。伊个牧师的特质以前牧师的特质就是伊会想足多，嘛会想到足远的，想得很彻底啦，就是以前牧师非常有洞察力这样子，就是想得很多这样。结束妇女团契结束了后，迄暗我就在想讲，无毋对，总是上帝有互我的特质，就是袂想遐尼多，袂想遐尼远，就亲像阿伯拉罕。我嘛袂因为安尼就感觉安怎我就想讲，我就亲像阿伯拉罕，上帝爱我去遐，我就去遐，我袂想多。上帝爱我走即边，我就走即边，我袂考虑上多。我若考虑上多我就可能袂安尼啊。我就亲像阿伯拉罕遐尼有信心，上帝爱我走，我就走；爱我行，我就行。啊，上帝互伊个牧师想遐尼多呢，伊就亲像雅各。伊就亲像雅各，会一直和上帝相应。上帝知阮两个人的体质无共款，所以伊就大声呼召我，因为伊叫我走，伊叫我行，我就行嘛。伊叫我行，我就行，我就顺行。所以伊大声呼召我，伊搁来找时间，豆豆和伊个牧师相应，相应要有时间嘛，开一寡时间相应安尼。意思是讲，无共款的人的特质、无共款人的特质，无需要比较。咱每一个人伫上帝内面，拢有属伫咱家己的价值，属伫咱家己的使命甲呼召。所以咱毋免去比较，也毋免去抢夺，就常常提醒家己，保持伫一个袂丧香。也袂想过好业的即种情形，特别是伫咧充满竞争，不时就爱展现家己才能的即个时代。特别伫即个时代，咱必须用敬畏上帝做基础，将上帝所赏赐的恩赐才情展现出来。袂因为一直感觉家己爽香，就想要偷摕，也袂因为家己真好业就骄傲。咱确实需要常常向上帝祈祷讲，互虚假甲白贼离开我，互我袂丧香，也袂好业，互家己会当行伫一条拄拄啊好、教业的道路。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愿感谢你，主也恳求主你。帮助阮，也赦免阮有时啊，阮会过头看家己的欠缺，
直到阮将家己陷落伫一种丧向，就想要逃脱的情形。也恳求主你赦免阮有时啊过头超找好行的生活方式，直到互阮家己陷落伫自尊、骄傲，离开上帝的敬奉。主，阮求你赦免，也求你帮赞，互阮未来会当真实信靠你，用敬虔的心服侍你，做伙行往一条荣光上帝教义、拄拄啊好，佮教义的道路。愿安尼感谢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咱来用信息回应主的教示，信息第331首，信息第331首，我做基督兵丁，请咱起立来吟。请坐，咱来进行奉献，请招待者来进行。请咱起立来吟奉献诗歌。
请坐。进行公祷，咱来看祈祷的事项，咱记伫周报顶。咱求主，互其价搭白贼冤离阮，保守阮无因为欠缺来嫉妒神，也无因富足来离开神。咱也为着基体、金枝节、慧英节、王兰妈、甘枝节、德明兄、邱明节、丽水兄、义梅、杜昭、秀荣、盛雄、义利、以诺、英哲、赵正、惠中、碧莲、原田文子、美金、念之、凯华，啊，为着化疗中的静茹姐、怡君姐妹、雅娜姐，啊，带伊这宝玉姐，感谢主，即马已经离开到病房，吼，伫普通病房。咱也为所有的学子伫即摆新的开学学期会当调整，好准备家己寻求真智慧，懂得敬畏神，更加亲近主耶稣。咱也为遮的事项，咱献出咱的祈祷。主啊，亲爱主，我感谢你，互阮会当讲拢清楚你的名，读经用读经祈祷，读用你的话语。主啊，阮来到你的面前，我就逐种逐样需要逐欠缺，当阮知影你是阮的供应者、医治者、来引传者。伫今仔日礼拜中，阮祈求你的圣灵领导，使阮智慧，帮助阮明白你的话语，也应用伫阮的生活中。阮也祈求你的安慰，领导了需要医治。需要医治力量的安慰人，主啊，愿你的听，甲平安充满伫阮的心，互阮真做彼此的祝福甲支持。主啊，阮感谢，我落伫主的无听。主啊，亲爱的主，阮感谢你，毋得无煞。主啊，主啊，感谢你。亲爱的主啊。阮感谢你，互阮会当共同称赞你的名，读经祈祷，甲分享你的话语。主啊，阮来到你的面前，带着逐种各样的需要、甲欠缺。但阮知影你是阮的供应者、医治者、甲引带者。伫今仔日礼拜中，阮要祈求你的圣灵领导，赐互阮智慧。帮助阮明白你的话语，并且会应用伫阮的生活中。阮也要祈求你的安慰，领导伫遐需要医治、力量、甲安慰的肢体。主啊，愿你的听甲平安充满伫每一人的心，互阮真做彼此的祝福甲支持。阮也要用主所教示的主祷文，三甲祈祷讲。愿伫天的爸，愿你的名是，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遮，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老赦免过阮的人，无伫传阮入地市，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们。咱本周的聚会活动甲担当节目者，请咱家己详细来看，并且事先来做准备。咱大道的事项，请咱伫个礼拜每一天，咱来继续关心甲大道。我即马来报告咱教会消息。咱社区的关怀据点，因把做好厝边，要伫真紧吼，暑假2个月去煞，明仔载要开始上课啊，吼，开始开课。咱也请大家为着咱课程的顺利进行，甲常务的志工吼新心灵来带导。咱拢知影，宣教是咱的使命，愿主赐予常务所有的志工吼力量、吼智慧，
勇气甲气力，咱来传扬福音的信息，互引法主好厝边的每一个学员，互因会当来甲教会，更加来认捌主，咱的播种、迄撒种，当然这个撒种的过程，真辛苦，真的很辛苦。咱的志工风雨无阻，每礼拜一、拜四、拜五，咱为早起爱提早来准备，桌仔顶爱七清气，爱摆桌仔椅仔，咱中昼有分餐盒，爱切水果、洗水果，爱善后整理，当然有其他侪足侪代志，拢需要遮志工来斗相共，咱感谢主，咱教会真正有足侪志工，愿意投入，无我当我靠我一个宣道部长，我会被压垮，所以还能够屹立不摇，还能够做得很喜乐，我相信是因为遮志工，互我真大的气力，所以咱咱来为遮个志工，来继续祈祷。咱后主日9月10号中昼12点，教育部有一个讲座，主题是教会巡礼，是宇都古今风情。咱的讲员是蔡尚志长老，咱地点是伫4楼的教室。后来是教会奖学金要开始接受申请，办法拢是伫个公布栏遐有迄个详细。请咱主流校长甲青少年团体辅导，爱伫9月10号或是后礼拜要核算积分，咱有即个申请奖学金的办法，咱提名列名单予教育部长，咱有定9月17号要颁发。第4点，全国团体会长从第4季10月到12月，团体内容甲服侍排班的人员。且伫9月17号进行教学干事会诊。第5点，2023年7月份，教会财务报表已经公布，咱请咱大家伫楼骹公布栏大家来看。今仔日共款有爱餐哦，也有准备红茶甲绿茶其实爱餐的叫菜，其实伫拜三就已经爱叫菜商咱食材爱拜六来送来教会，因为拄即礼拜咱有拄着这苏拉台风的搅局所以伫拜五的时阵当都无输的联络中间要煮唔煮，实在是爱很艰难决定啦叫送来到时停班停课，咱礼拜咱当线上礼拜遐菜要安怎会当拍算去有的菜袂当囥。所以好佳哉，昨阮大家拢来开中即会，昨也足好天的，也知影风台转向，所以昨有真钱紧有订，所以今日有爱餐，共款大正你食会到，咱的大正为大家顿来爱回食好，今日大家拢有食到海苔卷，有3种口味共阮今日有爱餐其实有这个风台真正。要煮唔煮，真正足犹豫的煮咯，惊大家拢无来，煮2大鼎啥要食所以我们就外卖外送一样，互大家当食足饱后来团体消息，本主日咱9月10到12月，每礼拜中昼12点，圣歌队要开始进行圣诞节期的很惜加练要辛苦了圣歌队每一个成员要开始来做练习，拜六暗时练到礼拜中昼加练咱若拄着教会活动的是，咱会去调整来暂停所以咱圣歌队群组大家圣歌队成员大家要小注意一下。后来是9月17礼拜日上午9点45分到11点15分有青社团契聚会。主题是亲子教养读书会，9月17日才有幼囝的家长咱会当来参加。后来是9月8号拜五上午10点，双年团契有聚会这礼拜这礼拜拜五上午10点，
兄弟团的主会主题是热龄运动，好，热龄运动跟改选，热龄运动是很棒的，好，这是咱社区银发族，咱拜伊拢有去上迄坐伫椅仔运动的，吼，拢免起来坐伫椅仔热龄运动，吼，真好，吼，会当合适啊，转去厝啊，拢会当坐伫椅仔做运动，吼。后来，咱红人的面色，吼，那请咱大家来看，毋对，咱啊向会计来跟进。好，请咱今日来吟信诗第511首，信诗511首，阿罗上帝至关至尊，请咱今日来吟。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信心的扶持甲帮衬，将恁所着用的美牛赐予恁，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灭道避讳。